好，那我今天的分享主题是从表演者到创作者。我接下来会做简单的音乐经历的分享，跟一些表演，我自己的表演跟创作的分享。大家不知道看不看得到这一句话？他说 "We are all in the gutters, 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是一个剧作家跟诗人叫王尔德。那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带给我很多人生在迷失或者是真的对自己失去勇气的时候，我都会用这句话告诉自己，甚至我会把它写起来，就是写在便条贴上，然后贴在我自己的那个房间的墙壁上。那这是分享给大家，这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好，那我的学习经历呢，应该说我的启蒙是来自于母亲。那我觉得我的国小时期算是一个很自在的学习的方式，除了接触音乐之外，也有接触舞蹈跟游泳之类的一些才艺。那就是这过程中，就是有发现自己的能力在练钢琴跟表现钢琴的部分的这个能力是还算蛮突出，再加上自己可能也是非常的有热情，所以之后我才从国中到高中才真正进入到系统的音乐班训练。那进到这个音乐班系统的训练呢，其实也等于是踏入另外一个世界，对我来说，因为可能国小我都是玩得太开心了吧，就是太享受生活，很常就是下课就跟小朋友玩在一起。但我觉得多方尝试的那个童年，其实我自己是觉得是蛮好的一个经验。那当然一样在高中到大学的过程中，也在音乐班的领域里面会面临到一些主副修的选择。那老师可能会告诉你说，你用钢琴去考100个人去考，那你中的几率真的很低，你要不要改成你的副修？你的副修变主修的意思。当时候我的副修是声乐，那他们也觉得声乐可以拿比较高分，就来跟我讨论这件事情。那我后来就毅然决然的拒绝了这件事，因为我自己认为，钢琴这个乐器对我而言，它发出的声音跟所发出的声音对我来说是比较不一样的。那所以我就拒绝了，说我不要就是为了拿那个高分去选择另外一个乐器去考进我想要的学校。那很幸运的呢，我就进到了北艺大。北艺大一进去其实是一个迷失自我的状态，所以呢，其实就是一直在伸出触角，一直在寻找各种的合作机会，包括跟器乐的合作，包括跟一些其他领域的人的合作，也很幸运的在器乐合作部分有获得一个校内的小奖项，就是最佳钢琴的伴奏奖。那这也是我意料之外的奖项。其实我只是很努力的去把一件事情做好，但没有想到，我也有可以跟人家合作的很好的这个能力。那另外一个特别的经历就是，我有参加当时候学校里面的摇滚音乐研究社。那个时候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进到这个社团里面，认识了很多美术系啊、剧社系跟新媒系，还有舞蹈系，各式各样系所的人。那他们都很热爱音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们就是在这个社团里面，很常就是大家都会聚在一起，然后聊一些事情，然后用自己想要的乐器去互相就是在半夜的时候就互相jam了起来。可能那样的氛围底下，我有觉得，就是原来我真的踏出了可能我自己原本认为的那个舒适圈，我有去接触不同的人的想法，也真的有
重新再看待自己的过程，才真的有发现说，哦，我自己的能力在哪里。那个时候我加入了，就是那我懂你意思了，是被3个创社成员然后拉进去的。那他们的年纪其实都比我大一些，而且当时候我可能也还算很年轻，所以没有很认真的跟他们在玩这个团，就是但殊不知也是跟他们到处跑，就是跑了春啊，跑了大团，然后跑了海记等等的地方。这边小小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候很红的一支 MV， 好像是找宋云桦拍的吧。但是我想说，我们还是看个现场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并不是我最喜欢的曲子啊，但是就是还是可以听一下下。我不知道大家对这首有没有印象，但是就是这首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候很红。然后其实我在里面呢，就是担任一个键盘手的角色，也算是编创的角色。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除了古典音乐以外的跨领域合作，对我来说。那从那个时候才真的有接触所谓的创作，开始从一个表演者。一直在perform一些诠释一些谱面上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之外，终于有一些好像从自我的深处有产出一些东西。那个时候跟着他们跑了全台湾吧，可以这么讲。但是后来我还是有自己的决定。在尝试了这些音乐风格之后呢，其实我也是决定要退出这个乐团，因为我当时候也是非常想要去进修我自己古典音乐的领域，所以我去到了美国去考试去 audition， 其实也都有上，但是回到台湾之后，与家人的一番讨论之后，我也是跟他们做出了一些妥协。家人没有很希望我去，因为现实的缘故，就是钱的部分。那我就说好，没关系，那我看看学校有没有什么其他额外的资源，那我去想办法申请。于是我就申请上了芬兰的赫尔辛基艺术大学。那当时候呢，是赫尔辛基艺术大学成立的第1年。在那之前，其实我申请的那个音乐学院叫做西贝隆士音乐院，是全芬兰最好的音乐院，也是就在赫尔辛基这个首都这样。那去到芬兰呢，其实是有点开启了我人生另外一段小旅程，跟开启了另外一个想法的通道。因为我在那里也是有感受到那里的教育的环境，跟我们亚洲社会，应该说是台湾这边的教育环境是不太一样的方式。
包括那里的老师，其实呃，他们是很愿意帮助学生的，你可以感觉得出来。而且学生们不畏惧发问，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跟台湾很不同的。因为台湾人比较含蓄吧，然后怕犯错，有的时候有些学生可能就不敢发问。那即使是再蠢的问题，你在课堂上都可以问。所以其实，在那里其实包容度其实也蛮大的，这样。很多各式各样的课程，我觉得是非常务实的。怎么说呢？在音乐学院里面有开一些肢体开发的课程，肢体开发。其实我觉得学艺术或者不是学艺术的人都其实大家都可以参与这样的课程，因为它是在打开你的身体的感知，可能你的五感。那除了这个课程之外，也有给予一些在学学生的一些比较应用类的，出社会之前，可能要先准备一份 CV， 他会在一堂课里面，一学期里面大概教会你说怎么样去撰写这个 CV， 帮助你职涯的发展。另外一个很不同的，在音乐领域里的话，是我在那里跟学生交流的过程中，我有感受到更多他们愿意聆听的这个能力。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步调有点太快了，在我们的社会步调太快了，你可能连有耐心的听完别人一句话的能力都没有。但是在那里呢，我真的确实有感受到，其实这个步调还蛮舒服的。空气蛮新鲜的，整体环境真的很不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琴房里面就是庆祝一些节日，一些芬兰特有的节日，然后就可能就喝起酒来啊，然后谈笑甚欢这样子。那他们的学生就会突然坐在他们的乐器前面，就开始随手一曲。然后当下的我其实是蛮受到。怎么说呢？就是突然间觉得说，对耶，就是他们就这样子很自然的去感受音乐的流动，去做了一些自己的创作跟当下的即兴。那我其实是真的有觉得，原来可以这样子去玩音乐。那可能是我从来都没有认真想过的。虽然我也参加过摇滚乐团的创作，但是真的没有认真的思考过这件事情。直到我真的去了芬兰。好，还有8分钟。OK， 好，那我迅速带过。我很怕我会 delay， 但我跟大家分享个2分钟好了。就是当时候我在芬兰的自己在那个音乐学院里面的一个厅里面自己做了一个记录。这一个作品是我自己挑战我认为是最难的作品，它是 Prokofiev 一个2拍作曲家。
这个选曲是我当时候在芬兰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挑战。好，所以回到台湾之后呢，我也是有完成了自己的钢琴独奏会。之后我跟一些伙伴们就有成立了一个器乐乐团，叫做蓝眼泪。那这个呢，这边可以看到，我们是创立了古典与电子融合的蓝眼泪乐团，常常与非典型空间结合制作实验性的创作演出，而且我们是没有人声在唱歌的，我们是3个乐器，电吉他跟古筝还有键盘。那如果需要额外的音乐，我们会直接用电脑先做好，做当场的配合。那我们真的也是跑了蛮多地方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去到澎湖做跟影像的结合。有一部侯孝贤的电影叫《风归来的人》，那当时候我们的那个电吉他手他是澎湖人，然后他非常喜欢侯孝贤的当时候的叙述手法。那时候的电影，现在人看起来会觉得有点无聊啦，因为都感觉是好像那个剧情就这样子一直很平常的在走而已，好像没有什么太刺激的东西，但反而很直接、很单纯，然后很干净的去解释了一些当地的人的生活。那个时候我们在文康商圈快被拆的一间电影院旁边做了那个露天的演出，还有我们有去到金龟头炮台内的一个类似像防空洞的场域去做声响上的结合。这是我们乐团就是最当初比较大一点的计划。那一直到这个乐团后来我们就也没有再继续下去了。那在去年的2021年嘛，我正式的有去做了一些自己认为是比较个人化的作品。那疫情期间我也做了很多的个人的尝试。所以应该说我自己有去申请了马祖驻村这个案子。那我在那边待2个月，所以也有生产一些作品。那我现在要换成好，所以呢，我个人认为真正的创作期可能就是去年了吧，对，比较完整的开始。那我在马祖那边参与了一些当地人的生活。那除此之外呢，因为我没有办法真的带我的电钢琴过去，所以我当下就是直接跟马祖当地的窗口对接的时候，就他就陪着我到处去找钢琴，因为那个岛上有钢琴的地方不多，所以他就是跟着我跟拍，就是晶晶你今天要去哪里找钢琴，然后我跟着你走。对，然后我就说好，然后我就是到处问，没有什么，因为当地的方式就是用问的。那我就是有问到一个演讲厅右上角这个，有一台还不错的大钢琴，然后再来就是右下角这个一个仁爱国小里面的有点破旧的小钢琴，再来就是最终发现哇，这个场地可以做展演，其实很不错哎。它以前是一个军事的那个用地，它是好像是中山堂吧，可能大家每天都要去那里报道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还蛮特别的，就弄成一个展演空间，而且器材也非常的完整，我觉得那里其实还不错。那边的人都非常好，他们就跟我说，你想要练的话，你就随时来吧。那我就是钥匙给你，然后你自己进来练。因为我有时候还是会觉得，我这是带着我身上的电子乐器那些塑胶做的东西，有的时候还是很没有实质的触感。因为真实钢琴的音色跟触键还是跟电子乐器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它们木头乐器所发出的声音还是相对的温暖许多。然后我在那边有办2场工作坊，一场是进到国小内，做了一个跟小朋友的互动，带他们就是绕附近的一些公园去做一些引导式的去感受声音的这个活动，然后请他们去做一些绘画的动作。虽然他们画的也都有点，就是你有点看不懂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啦，但是还蛮可爱的。就是这间学校
6年级的人就这样少少的，就这样一班。那另外一场是在我居住的55据点，背包青年旅宿这个空间，这个空间的老板非常好，他叫阿雅，他也是很愿意大胆尝试很多事情。那他就是让我使用他1楼的空间去做这样的工作坊，去跟大家介绍一些，也是引导大家去领赏一些音乐。最后我有做展演，那个时候这个 title 是艺术游记，其实我本来是要一个人做右边的这个宣传，但是有另外一位艺术家叫子杰，他就是同时也要在那个附近做，所以我们就一起有做了这个海报，对，这个是我拍摄金沙的澳口。最终我选择在55据点的天空露台去做2场表演，一场在傍晚，一场在晚上，这是傍晚场。那个时候其实有点紧急啦，所以就傍晚场没有录制下来太多，但有一些照片的记录。其实那天天空都蛮美的。我前一天有去拜那个全马祖最大的老大，就是天后宫，马港天后宫，我有去稍微拜一下。他真的给了我一个好天气。另外一场是晚上场，在那个地方做演出，他就会一直听到那个海浪的声音，其实蛮舒服的，可以稍微听一下。那我就先分享一些片段，迅速的带过哈。
谢谢那个狗叫帮我结束了这一首曲子，当下真的是觉得实在太搭了，直接在我尾巴的时候狗叫。好，那这是我自己创作一首钢琴曲，那接下来这两个作品呢，就不完全是钢琴曲，我稍微放一下就可以结束了。那我先放忍冬。这首是算蛮实验性的作品，我有搭配他们一些当地士兵的一些录音的素材去做中间的桥段，就是士兵的一些口白。那现在真的没有什么时间，所以就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在往后有机会的话，我可以就是再好好的分享给大家，因为音乐还蛮花时间听的。好，我们现在回到我最后一首作品。
谢谢大家。